下柬埔寨警方进前是抓到一个姓詹的台湾人，嘛查到伊有18公斤的毒品，伊涉嫌伫当地卖毒。正是表示这个嫌犯是新德市政府进前的员工。咱外交部有回应讲，专案即马柬埔寨已经在审理。另外，伫菲律宾的移民局，伊嘛抓到一个台湾人，伫台湾有涉嫌诈骗，伊伫菲律宾要换签证的时，互菲律宾赶出境。 警方拆开清点，台面所扣的物品为茶米、果汁随身包、黄色的包裹，内底的白粉全部互人发现是 K 他命。柬埔寨执法机关进前破获这件案件，抓到台湾籍姓詹的查甫人涉嫌伫当地卖毒，即马佫押出嫌犯较早是新德市政府的前员工。他就是清洁队员而已。 离职，他是自愿离职的。我们是有印象，应该是他没有错啊，因为已经离职2年多，是有比以前胖非常多。官方这个行动派出警力2人，伫嫌犯金边主体抢出毒品，重量有18公斤。新德市环保局证实，涉案姓詹的查甫人捌担任清洁队员，不过已经离职真侪年。咱外交部回应，专案由检局家己查到的，已经由当地法院伫审理，会持续掌握提供必要的协助。 外看菲律宾当地移民局公布3个互人逮捕的嫌犯，中这个查甫人嘛是台湾来的，51岁，伊伫台湾牵涉到诈骗。2020年时阵，就互菲律宾移民局列作无受欢迎的外侨，即个为换发护照，互移民官查来下令赶出境。 菲律宾移民局查获一名台湾籍人士涉嫌诈骗，并逮捕。目前关押在该局收容所，住处将持续掌握本案进展，并配合菲国方面处理后续遣送回台事宜。 个人走去海外做歹代志，伫柬埔寨1年顶个小林山有人互查到，牵涉到卖毒做诈骗。敢若今年以来上少发生5件，叫人抓到有100多人，犯罪所在地以东南亚上济。那现在东南亚国家就像30、40年前的台湾警察一样，警察人员的价值体系是跟他们的政府的主流的体系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下面的执法人员他就是要钱啊。 贪污很严重啊！学者分析，台湾人犯罪行为为国内转往国外，除了上阵台湾跨国查缉困难，甲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治关系无真歹，即嘛甲当地贪污流行、查缉犯罪的能力有限，也甲咱国执法变严，这拢有真大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